位伫云林的汉江菜西水果冷链物流中心今仔完工咯。未来一个一日会当来处理150吨到200吨的农产品哦，一个月会当出货6000吨。拿菜收回来药菜类，直接送到集货场分级包装，还有恁的专车直接送到各地卖场。为了提升农产品一项竞争力，农业部为110年推动恁的政策，在后为在云林汉江蔬果区域恁的物流中心完工。 未来将协助整合中部地区的产业需求。那串在一起的部分，我们第一阶段是要求说，冷链不能断链，不能说你前端都是没有任何处理就直接进到这里来，那这样的话意义不大。我们的仓储到我们的一个冷链区域的一个包装，到冷链物流到配送，我们全部把它弄回来，就让农民非常单纯，这样的农民的收入一定是增加的。农部表示，汉江果菜生产合作社今年运销量 超过28000吨，供应全台各大超市、国军和团扇等多元通路。马虎道8位的在地青农去做有机，sản xuất努力等等，农产面积超过500公顷。那我们希望未来冷链中心成立之后，可以提高20%的这个销售量，也可以提高农民的收益。那目前大概预估1个月可以出货到大概6000吨左右。行政表示，为了强化国内农业因应极端气候， 提升国际市场的竞争力，行政投入141亿的预算，推动恁的政策，希望建构农渔畜产业安全体系，和恁的物流营运模式，提升品质，减少耗损，让生产者提高收入，卖当予消费者有挂青的蔬果和肉品品质，继续用为你报道。